問問咩叫集體訴訟？知唔知？Class action，好多時候咧，當一群市民遇到意外或者同時受到災害咧，大家都會諗下點樣去維護權益，好似地區水災啊、大廈火災啊，甚至幾萬人入場睇美斯，最後又冇美斯啊，大家都會覺得要有一個方法去維權，因為香港法律程序往往需要大量時間同金錢啦，普通市民未必可以單獨去打官司，但係如果一齊集合起嚟，一齊出聲，力量就唔同晒啦。呢個就係集體訴訟嘅意義。冇錯啦。咁啊，集體訴訟咧，其實都唔係啲咩新鮮嘢嚟嘅。喺歐美地方咧，其實都相當普遍啦。咁啊，一班人可以一齊告大企業，甚至追討政府嘅責任。咁其實我哋中國內地嘅法律咧，都早有相關嘅規定嘅，仲寫咗入喺呢個民事訴訟法入邊添。咁仲有唔少案例嘅。譬如有啲涉及地方政府啦、環境污染啦、消費者權益啦、證券市場啦，任何即係影響社會公共利益嘅範疇咧，其實都可以用呢個共同訴訟嘅方式，即係集體訴訟去解決嘅。咁啊，集體訴訟嘅運作其實就係由一個啦或者幾個原告代表啦，咁啊發起代表自己同埋其他受影響嘅人去提出呢個訴訟。咁呢班人咧就因為同一個被告嘅相同或者近似嘅過失而引起受損所以咧佢哋嘅申訴啦都會涉及相同嘅法律或者係時間問題。咁啊，原告代表所有成員一齊打官司啦，咁可以節省好多資源啦，令到小市民咧係有更大力量去維權啊嘛。其實舉個例子啦，2019年斯朗拿度隨住祖雲達斯去南韓踢友賽啦，根據合約咧，佢應該最少上場45分鐘，但係最後全場都係坐喺後備席。教練解釋話咧，因為佢肌肉疲勞但係球迷就覺得自己被騙啦。之後就有球迷入稟法院控告主辦單位，首爾法院判咗主辦方要退翻一半票價，再另外額外賠償俾個球迷。係啊，咁啊，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啦，我哋股票市場都非常之活躍啦。咁我哋有陣時都知道咧，有啲小股民咧，其實咧都有啲唔同埋怨嘅。即使而家有代表性訴訟啦，佢哋都未必有足夠嘅實力咧去挑戰上市公司或者大股東啊。咁啊，或者咧集體訴訟咧，可能係呢個可以幫到佢哋嘅一個新嘅制度或者幫手嘅。香港嘅法律改革委員會咧，其實過去咧亦都好多次咧提及過呢個集體訴訟呢個諗法嘅，但係到而家咧仲未有咩實質嘅進展。咁我都明白啦。咁其實集體訴訟一旦入入咧，其實對於而家香港司法制度咧都有幾大影響嘅。咁不過咧，市民始終都係希望多一個有效維權嘅方式啊嘛。其實總結嚟講咧，集體訴訟係可以令到小市民面對大企業、大機構嘅時候，唔會因為資源不足而放棄維權嘅辦法。透過代表人制度，大家可以追討損失。咁我都希望大家喺呢個題目上有更多嘅討論，團結就係力量啊嘛。